外交政策发表文章称，把中国政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散设立的再教育中心与其他国家历史上出现的集中营做相比，指出中共政府关押在再教育中心的人数已达到数百万的规模，这已超过二战时期德国纳粹集中营关押犹太人的最高分值70万。根据最新消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散阿克苏地区星河县就有2万余人被抓捕或关押，大部分为男性，其中有154名是公务员、银行工作人员、行政人员、教师，大多数为个体经营者和农民。根据联合国报道，全球饥饿问题近年来出现恶劣趋势，主要原因是战争冲突以及气候变化、干旱、暴雨等自然灾害引发。报告说，2017年全球有1.51亿5岁以下儿童身高发育不良，另有5100万儿童体重发育不良，3800万儿童体重超标，其中中国占的比例相当大。饥饿问题也很严重，主要体现于农村。居住在芬兰的维吾尔人为了让欧盟和国际社会乃至全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共政府对东突厥散维吾尔人实施的欺压破坏、人权侵犯、种族灭绝等一系列有计划的反人类罪行，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徒步出发，计划在10月1日，中国侵略者占领东突厥散69周年之际，抵达法国首都巴黎，对中共政府进行抗议活动。美国和加拿大进行了几轮谈判，试图通过在更高层次上解决与贸易相关的争端，重新起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双方未能在上周五的最后期限达成共识。在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特朗普威胁要放弃3方贸易协定，并与墨西哥拟定一份双边贸易协议，或是加拿大改弦更张，或接受贸易动态的转变。为此，特朗普正式通知国会，准备在90天内是否与加拿大签署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尽管贸易谈判可能在周3恢复，但加拿大对美国的无情施压策略表示异议，并明确表示，除非对本国公民有利，否则不会签署协议。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正式宣布重启新疆乌鲁木齐至土耳其航班，1周为3次，并与土耳其酒店管理协会签订了相关协议。中国海南航空公司也正在筹备此航线的飞行准备工作。